16歲失去父母，我第一次感受到原來極度嘅悲傷係會令心臟好似斷開咗一半，裂開咁痛。亦都因為咁，我種下咗愛得越深，傷得越痛嘅信念。我好驚再次失去愛，所以我唔敢開放自己，我唔敢同人建立關係，長期拒絕屋企人嘅關愛，同身邊嘅人相處都係保持距離，因為我擔心佢哋隨時會離開我嘅生命，我會再次承受呢種心痛。後來我嘅屋企人，我最心愛嘅小狗相繼離世嘅時候，我只係識得用工作去麻醉自己，壓抑自己嘅情緒。我嘅童年印象中就係喺高壓批判嘅環境之下去成長，再加上我覺得冇咗爸爸媽媽就好似有缺陷，所以長期處於我唔夠好、我自卑、我焦慮嘅狀態。我以為將自己隔離就感受唔到任何痛楚，但其實只係令我將生活過得冇咗自己。迷惘中，我聽到張繼聰先生提及靈性內容嘅 Hidden Chat， 突然之間我淚流滿面。我唔知係因為啲咩事，但係就係覺得好感動。之後我就搜尋更加多關於靈性嘅資訊，去學習吸收，開始見到世界嘅奇妙，遇上好多共時性、天使數字、心想事成嘅狀態，明白到宇宙法則、因果法則。我會形容呢個係我人生第一次嘅靈性覺醒。直覺嘅帶領下，我做過阿卡西諮詢、催眠治療，上過大大小小嘅課程，由虛無到落地。最後我明白，改變自己就係改變一切，體會到所有事情都冇好壞對錯，允許自己亦都穩住內心，用心就可以睇到生命嘅答案。療癒自己呢段時間好長，長到我都睇唔到盡頭。療癒自己呢段時間好短，短到好似琴日發生嘅事咁，一啲都唔容易㗎，但好值得。因為靈魂一旦自由就會發光。我經歷過，所以想陪你經歷一次。好想你知道，我哋有能力由表象嘅困境中輪迴，都有能力停止內心嘅拉扯，離開呢個不斷重複嘅循環。催眠帶我哋潛入潛意識嘅底層，阿卡西記錄帶我哋俯瞰生命嘅全局，而我專注做一件事，就係陪你切換維度，重新解讀你嘅生命故事，唔係俾安慰你，而係俾另一面嘅真相。你好值得做自己，亦都好值得自由地發光。